咱台湾捌到郁症的人袂少，不过敢若2成的人会去找资源帮助家己。都有关心心理健康的团体举办一个情绪影像展，希望民众将心情表达出来，唔通郁掉咧。你敢会感觉心情无好？敢会感觉比输别人？甲你负面的心情电话点互倒，看你的忧郁指数有偌悬。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，就是在这些量表上面越高，其实是一个比较有紧急的状况。但我们想要呈现出来的是一种，它是一种可以呼唤去大家求助的。关心心理健康的 NGO Standby U 举办情绪影像展，邀请各界人士创作，将因的负面情绪呈现出来，让大家知影，不管你有啥物情绪，拢是会使大声讲出来。有2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，一件事情是提升民众的病识感。我们发现很多的朋友可能自己不太清楚自己的情绪，另外一块是社会污名，会使得我们难以去求助。林嘉恩表示，全台湾捌到过忧郁症的人袂少，不过其中敢若2成的人会去找资源到帮助。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理事长吴家琪讲，爱透过教育来预防不幸的代志发生。早期的去发现，而且可以去解决我们心中的一些情绪困扰。不要让它演变到后来变成更严重的一个这个我们叫做情绪的低潮哈，那甚至是自杀的一个风险，那是最重要的哈。情绪影像展10月伫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展出，伫逐礼拜5甲礼拜会举办讲座，和民众做伙探讨工作压力、亲子关系等等的主题。记者林世豪、谢桂林新北报道。